當年45歲嘅佘詩曼亦透露過對生育嘅憂慮，擔心喺47歲生小朋友，個仔如果將來係20歲嘅時候，自己已經係60、70歲，仲生得嚟咩？隨後佘詩曼獲得安排見醫生，諮詢有關雪卵嘅資訊。當醫生指45至到50歲嘅女性產卵個卵子嘅狀態可能係變差嘅時候，佘詩曼一度就嚇到。所幸醫生解釋，卵子嘅質量同埋年齡係未必直接相關，先讓佢鬆咗一口氣。而巧合嘅係，佘詩曼為人所知嘅兩位舊愛陳浩民同埋鄭嘉穎，以及緋聞對象係張智霖、林峰、馬德鐘等，如今都擁有幸福嘅家庭。粉絲都祝福偶像能夠遇到一位真命嘅天子。49歲嘅佘詩曼至今仍然係單身，但身邊嘅契仔契女就好多，足見係對小朋友嘅喜愛。早前佢喺真人 show 睇我嘅生活中坦言，曾經擔心未能夠生育兒女，又指以前有男朋友嘅時候，因為注重咗自己嘅事業而冷落咗對方，導致最後分手收場。並表示若能夠好似好朋友歐陽震華一樣找到完美嘅伴侶共度一生就最理想。現年49歲嘅時候，佘詩曼憑住2023年熱播無線嘅台慶劇《新聞女王》入邊，佢主演 Man 姐文慧心一角，成為咗劇迷嘅焦點，令到佢嘅人氣再度急升，大受歡迎。更憑住該角色贏咗視后。即使劇集播完之後，呢股 Man 姐熱嘅風氣仍然未曾減退。去年播出劇集《家族榮耀之繼承者》，更令佢擔演嘅女主角嘅佘詩曼人氣再度上一層樓。佢無論喺香港或者係內地嘅人氣都係高企嘅，工作亦係忙個不停。今日凌晨，佘詩曼便應邀去米蘭出席時裝週嘅活動。今日有多位網民於社交網上便分享凌晨喺香港嘅國際機場影到佘詩曼出發去米蘭嘅片段。從片中可見，佘詩曼戴住一副太陽眼鏡，獨自推住自己嘅行李車素顏現身，依然係令人哋眼前一亮。佢嘅官方後援隊會發布一些佢嘅原相機生圖同埋片段，相當之靚女。通宵捱夜凌晨出動嘅佢狀態絕佳。佘詩曼有入禁區進行安檢前，仲不停咁揮動手中嘅護照，甜笑同粉絲講拜拜，親民又友善。日前佘詩曼正準備投入《新聞女王》嘅第2集嘅拍攝工作。日前佢喺社交平台分享劇組讀嘅劇本嘅合照，令到觀眾期待值飆升。雖然新劇上需要時日才能夠同觀眾見面，但粉絲對偶像嘅愛又點會受時間嘅限制呢？近日有粉絲喺社交平台分享一段
佘詩曼喺機場拖住一個小朋友小粉絲嘅影片，並寫住手牽手夢想家文。佘詩曼俾取名粉絲寶寶長大啦。片中佘詩曼戴住墨鏡，一身悠閒嘅打扮，雖低調仍然係難免佢遮擋佢嘅星味，皮膚狀態更是好驚人。